今日嚟到位於港澳後花園三鄉睇雲山匯景呢個樓盤，項目屬於南部新城，成熟核心地段，現樓即買即出證。項目門口就係105國道，5分鐘可達廣珠西線、珠三角環線、高速三鄉出入口，15分鐘達珠海拱北，30分鐘暢達中山城區同港珠澳大橋人工島，15分鐘可達港澳直通巴士站。從三鄉雅居樂車站上車，途經港珠澳大橋，到達香港口岸荃灣太子。從雲山匯景到達三鄉雅居樂車站，駕車大概都係15分鐘到，搭的士只需20蚊左右。項目周邊配套完善，白石市場就係附近，三鄉大型森林公園小浪環以及全林遊樂場就係附近，毗鄰繁華商業街、屏東市場、1+1超市、大潤發、順昌廣場，衣食住行樣樣齊全。小區綠化率高達36%，高爾夫立體園林設計，小區景觀層次分明，日常推倡即覽自然景致。社區中心規劃成人泳池、兒童泳池、童身遊樂區、健身區等，繽紛浪漫，遊淚度愛。附近學校配套有白石環幼兒園、白石環小學、三欣雙語學校、三鄉屏東學校、泉眼溫泉度假區、巨龍古運城、駿景峰高爾夫練習場。碧桂園物業行業排名穩居全國前3，擁有國家1級資質同國際化認證，專業啲物業全程保駕護航，讓居家生活更安心。睇到小區入住率都非常之高嘅，出租都係供不應求嘅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上去示範單位睇睇啦。呢個戶型係89方嘅3房2衛，客廳呢邊呢係望住連綿嘅山景，非常之震撼嘅。景觀係非常之養眼嘅。呢個廚房嘅位置，出邊係有一個生活陽台嘅，父母房都係望住山景嘅，主人房呢邊都係望住一線山景嘅，係一個套房嘅設計，非常之通透光猛。兩梯4戶，過嚟呢邊睇睇95方嘅3房2衛啲戶型。呢個戶型係南北對流，超級通透光猛。呢邊呢個陽台望住嘅係五桂山山景同埋園林風景。客廳睇落去係非常之光猛同埋大氣嘅。睇睇客房同埋主人房呢邊，窗邊都係望住嘅一線山景，特別舒服，天然氧吧。實景收樓，品質可鑑，全實景現樓，即買即收樓即辦證，性價比高。
最受戶型有89方3房2衛、95方3房2衛。戶型方正，高檔舒適，相當於958尺到1022尺3房格局，計返條數都係為到600蚊一尺，係咪超級抵呢？醫療方面都係非常之完善嘅，揸車10零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三鄉屬於華僑之鄉，有30%啲港澳人士都係選擇喺三鄉安家，呢邊啲消費係非常低嘅。香港揾錢，中山消費係一個不錯啲選擇。而家開發商推出特別優惠，買房即送全屋家私大禮包以及車位使用權。如果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，嗱嗱聲私信我啦。